每年的3月是全台各地黄花风铃木陆续盛开的季节。位伫台南市议会后面的南道路路边嘛种了几丛的黄花风铃木，其中一丛因为靠近停车场，民众经过拢会停落来翕相。因为盛开加上翕相方便，民众嘛学了这丛是台南市上接地气。我之前是路过啦，然后后来我觉得它很美，所以我就变成每一年，其实它都差不多这个时候会开，所以我就每一年都会来，因为我觉得它是全台南市开的最漂亮的那个银鳞精灵木，而且我觉得它最接地气，就很好拍。可是我也很怕很多人知道，因为我也觉得很多人知道，很多人来其实就会破坏它，因为有的人会摇树啊，然后想要享受那一种落英缤纷我是觉得我很珍惜啦，我都只是拍，我绝对不会去碰它。然后我觉得它每一年都开得很满，很丰盛，所以我觉得我都会跟这一棵树说谢谢。亲像这位吴小姐，因为住伫咧附近，几乎每天经过拢会看到开花状况的变化。伊表示，植物的生长环境就是甲人同款，环境优先，植物就生长好。每一年都如期而至，然后丰盛，很丰盛，带给我们很丰盛、很美好的那一种春天。而且其实黄色代表的就是财，就是那个财运，所以我也会觉得它给我满满的能量。议会周边除了黄花风铃木，另外嘛有几丛绿树萍蓬的树木，目前嘛正在开花当中。不过因为花蕊较细，色调嘛较属于暗紫色，民众爱详细才能够看到花蕊的水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